是哪个选手让你喜欢上了英雄联盟？是那个一出现就会让人满屏刷666的 Hero 厂长吗？是那个在季中赛面对韩国战队使用卡莎打出精彩逃生操作的 Uzi 吗？是那个在战胜 JDG 之后选择拒绝摄像师要求比出导弹手势的 Faker 吗？是那个在世界赛使用剑魔在河道1打5的热晒吗？是那个在世界赛关键决胜局使用侠打出赌上职业生涯闪现的 Jackie Love 吗？是那个当年初登世界赛赛场的年少意气风发的小花生吗？